是带大家做伙来看，伫台南客家的中社送工灯，逐年拢会伫咧国家重要的民俗祭典来出灯。因为地方的人口流失，中社送工馆今年嘛拍破传统，招女性做伙来参加，同款是真有气势。上界重要的是会当传承这项有100年历史的送工灯。一个拍练斗，搁来一个挺腿，动作溜俩有气势。这是台南市客家区已经有上100年历史的中社送工灯。即马嘛有老中青3代成员来咧传承送工灯，甚至嘛有6位女性拍破传统来参加。虽然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想说那什么东西啊，反正就是先来。可是因为去年时间很短，所以学到的东西，因为我完全没有底，所以学到的东西就是只是打出个样子。然后就今年想说，那就再来，就是把它就是学得更好。刚好今年回学甲，我之前都在外地工作，所以我比较少参与这一块，总是要参与了才会去了解。因为中社送工灯敢若互宗亲参加，佮再加上对女性的传统禁忌，所以无可能互查某囡仔加入。但也因为人口流失，为着无爱互文化失传去，在地无佮限制参赛对象，鼓励大人囡仔拢来练上工，而且即摆佮有台东的囡仔专工走来台南客家遮同齐操练。台东北南那边出生。知道学甲这边有一阵，因为是这边中社宋江馆的师傅过去教的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没办法来这边交流。最后这2年有开放运动了嘛，所以我就会来这边交流。台南客家的上白搭一组祭典，去年正式获文化部列作国家重要民俗，其中出名的就是牙工灯、艺果，也有上工灯。成员拢拍拼咧练习，就是希望伫今年的上白搭展出上有气势、上界精彩的武林表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